12年玩具收藏家兼玩具店主，如果東京係一個地方睇玩具，我會去邊度？我會揀中野 Broadway， 主要日本最專業嘅中古玩具店 Mandala Cat 呢度係總店。1980年喺中野開第一間店鋪，演變至今喺中野大大小小有20多間嘅小店鋪，分咗唔同嘅種類，連收購玩具都有機會再分享。可能你會話日本有其他玩具鋪分店比佢多，但係講到專業呢，佢哋依然係第一。好耐之前睇過日本一個節目訪問佢哋店員，入職前係要考核你嗰方面嘅玩具知識啦，而入職後呢，亦都要繼續培訓你嘅鑑定能力。店鋪咧自己都有出一啲玩具嘅書籍，每一期都有講唔同嘅角色啊類別，而我都有買入佢哋講美少女戰士嗰一期，入邊年份啊圖啊非常齊全。如果你啱啱儲玩具會好幫到忙，可以話係收藏家嘅小圖鑑。亦都因為佢咁專業啦，要喺呢度咧尋到寶係相對非常困難啦近年。但係如果你一次過想見到咁多舊玩具咧，依然係好推薦。曾經我都喺度留下咗唔少錢。有興趣想知道佢哋嘅全國分店同埋網址，留言話我知 ，DM 你哋整理咗嘅詳情。